16岁，心中家园都风光。有谁知亲生的父母也迷茫，多曾啊仰慕临死曾经家，亲娘的小事去莫长啊，我求得寂寞的小事西家痛啊，无心莫名爱隐藏。第一句为没有错是一桩，实的是我无心生名义亡。第二句是心不悲烈字旁，实的是莫名之争才安堂。第三句生在婚姻花诞生，第四句花开无根非是芳，实的是2月10句将我养，不问男女成强当。结修事不与我，心情激荡来到那高岸西屯新房，开门开门啦！敲门声声算金堂，惊心怕人死儿忙，当夜一人从苦浪16年，16年心不耐临场祭堂。是他，王爷敲门是谁？是我，请是他开门。来了。开门迎客心惊慌，门外在李生啊，他为何开门一关上？为何见我心惊慌？
他，来请了开门啦！请去。请问是他法号？并你自证。子珍，的确是子珍。哦，是他。请问公子贵姓？我叫纪元斋，沈家大娘乃是我的继母。哦，你就是元斋。哎，公子，今日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哦，元斋得中家园，得到暗中首相北伐。哎，读书人进香，理应到文昌国去，去文昌帝君报语。今日我不是为取功名而来，我是为了却一桩心事。了洽心事。了却心事。哦，既是此，贾元公，请随并你前往福田进香。是。小事呀灭一财帛，我们强你往这条路。长斗神郎太相像，万算当年寻风图是他。贾元公，请哦，请是他的路。是他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方生子。方生子。方生子范清波，方生子做鱼儿多，只见那千条鱼儿水中游，有一条小鱼孤单捉鱼梦，满是鱼儿这么多，怎分鱼子和鱼毛？是他何不用我法，让他们团圆不认苦。鱼儿不必神有灵，无法随他无奈哦。是他，请去。方生子一再过，但只觉园中花草似莫多。我一心家此在石头，看他动静啊有时候。我拾起松子夜里风吹落地稻穗苦，是他呀，我想把他送回是，不知道哪口是他的梦。这松子风吹落地无其数，这松子密密层层长得多。你终于好心陪他找，
怕是找不到父母是那苦。我连与父母，他为何一点都不领苦？他连与子找父母，分明有意在当头。是他哦，贾月公请去。这里是大用宝应，大用宝应。大用宝应，怎为落？许我君啊，用君所。是他。你可曾把一丝苦从今说？为什么看见儿女不长？这一边女儿好像才可惜，谁碰一边无奈何？那一边男儿好像寻不死，将那的话相同，究竟是儿女生出了生生我，还是不娘去找无度？啊，贾女公，你错了，错了。这本是算在龙女被观音，一路还是一少儿女上面分出六只小，俺来讲啊，俺们来讲，我这边举娘亲，举娘亲，举娘亲。他几次头着来问我，莫非他真是来寻我？想起了他本生父季娘子，几年前隋唐之上曾见过，难道生源再就是我的儿？不，天下多破苦鲁莽要杀我。是他。哦，贾月公，请去。抬头望见一盏灯，高高挂起亮晶晶，不见一月灯火彩，为何还要挂此灯啊？此灯名叫琉璃灯，挂在不前11年，前世点过这琉璃灯，今世生得好眼睛。前世为点琉璃灯，眼睛模糊看不清。恨是恨我前世为得
开把分明无毛病，为何说先是为琉璃灯？我若点个琉璃灯啊，为什么自己的娘亲一声不亲？是什么？你自己娘亲人不亲？你不是西家堂上有娘亲？原在谁是其家呀？原在不是其家生。你何时离开生身母？我才出娘胎就离婚。你可知你生身之母在何处？我早知他是身旁连子的出家人，这里三出一人命，家人跟你生娃要留人。是他，原在我心有疑问是不明，落海堂上求神灵。其实是家人公亲在我来了。哎，哦，来此是陆欢堂。陆欢堂。罗汉堂，罗汉公，罗汉菩萨真威风。姿态万千各不同，能分我佛与吉凶。那就请师太为我问个吉凶。请问贾娘公今年几岁？像我今年已是16岁了。16岁。哎，16岁，16岁呀！哦，你是哪只脚先进门的？文职主任呐。左脚先进从左算起，右脚先进从右算起。哦，我是左脚先进门的。哦，代表你从左边算起。哎，一五一十15、16，哎呀！说到这上来轮回，我心上涌，往事历历或是梦。16年前万心痛，那生啊真是秋寒做美翁，可叹我云王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难容风。他，哎呀，是他，你怎么落来
了到我眼睛里了。哦，是灰尘了到眼睛里去了，那为何不再与我说下去呀？就是这镇上梅芦花。哦，就是这镇上梅芦花。长梅芦花路下拥我，不知世间万事凶。长梅芦花路下拥，世人自己不知凶。贾女公啊，他在为你而想你。他想我什么？他笑你用长的事情用功，将来能做上元公。他笑我吟唱的事情用功，生着我来也朦胧。他笑我为何不去将某人，因我母子不从我。哎呀，哦，长梅芦花，你是真的有灵性，菩萨应该顺心动。你告诉我，何人是我的生身我该当何处去行踪？你告诉我，若清净本事谁留下血丝印章何奈用？你告诉我，vì没有错他是谁？死心不被他在那所当中。长梅芦花，听他也真好比铁里青铜，回来是路边儿来到暗中。他其真是16岁，貌与生郎一般同，学识字句一家通，今日里母子重逢。待我上前将儿身不，我哭。我本不门须营生，出家怎能理红尘？今天我是江儿人，一场桃水江陵，一生命与把关人，一场风波平地生，一场长子到关天，一道金陵封开门，一等乱棍将无关，一人百姓多议论，一穷顽童在后跟，一个个支支吾吾手把定，千人马来万人恨，叫我才是真做
他定是我母亲。为什么他只想生来与不生啊？不早不把后来人，岂非太上娇儿心？他千方百计将人这能生心去儿不认情。家园情，少年于在深圳经营。今天我是将儿人害他成人的三分，三七六九不离彩，登上好运不接近，身家知道乃地名，京都考上南京人。比你要年轻，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长眉如何不杀天上的人儿也不同心，为什么我母亲年轻为父亲啊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马路人啊？张美如何？句句也
且去，再就坑啊！今日到外门，失了志意乱了心。哎呀，生老我的父啊！只听王来传哭声啊，远在残桥在门外听。生老父啊，决定，我不曾儿心塞，我杀人儿不应，你故当私生子，生儿要回儿一生，生郎啊，我去天去人与哦哟，求你替我把旨意听到娘亲心的话，方知母爱原是亲说什么？
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娘，娘，我进来，我还有话要说。贾月公，病你身体不适，不能奉陪，请贾月公见谅。我这位用手相背我，请示他因果方便。病你久病复发，不能开门，贾月公回去吧。哦，那既是此，愿在去告辞了。你不要胡言乱语，骚乱我们啊！这话中之人他是谁？他是人人，此人他是哪一种人？他是一种无名人。依我看，他不是仙，不是神，他是魔神。他不是神鬼神，他不是神鬼神。世上多少新生神，我何曾是他是神鬼神？你自己烈士两三神啊，看起来神鬼神就是我父亲娘啊！母亲娘我是那小时亲爹做病症一句母亲将儿生16月陪儿离娘儿故里，总比邻人是母心。
在母亲。